如果你哋預算唔算高，想要一條小價位又靚嘅翡翠手鐲，我面前呢幾款我特別推薦，尤其係最後一條包你滿意。先睇睇呢條飄蘭花手鐲，淡淡嘅底色上面浮住幾縷蜜綠花，好似水墨畫咁雅致。再睇睇呢條紫羅蘭手鐲，成隻都係淡淡嘅紫調，好似薰衣草咁溫柔。仲有一條係辣綠嘅半山水圓條手鐲，一邊係夠晒鮮嘅洋綠色，另一邊潤潤地、透透地，一深一淺。呢條係桂花糕手鐲，底色清清潤潤，夾埋淡淡嘅黃調，好似蒸好嘅桂花糕。仲有呢條係甜果綠手鐲，顏色係夠晒清新嘅果綠色，睇起身就似新鮮嘅青提咁，清甜討喜。最後一條係春彩寬版手鐲，春就係紫，彩就係清清地嘅綠，闊版嘅身夠晒厚實。你哋最中意邊一條？喺評論區留下你哋嘅圈口，連依發手鐲細節視頻俾你哋。